地方放上头，镜头来家己市的待业实验国中，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会当来接触科学的知识，有甲家己大学做伙举办夏令期的科学体验，有邀请电影公司来放科学电影，佮有利用 AI 来设计课程，让学生囡仔会当哪学哪算哪思考。家己大学的学生伫台顶甲下骹的国中生来做降落线，做好了后，佮运用 AI 影像辨识的程式来研究安怎互降落线较慢落落来。这国中生一边研究一边实验，大家学生拢有家己的想法。要选好对的材料，材料可能会影响，就是例如我这个比较大片的，可以充比较多气，可能就可以飞比较久。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在上面先挥一下，然后让它有很多空气再丢下去。家己市用实验创新做教育目标的待业实验国中，甲家己大学合作，共同规划设计科学教育的课程，然后学生有参与的体验，佮放科学电影，透过下课的方式，在科学教育当中加强人文精神。同学们在经历这样的课程之后，未来在他的学习上面能够有各个不同面向的起点。规划了一个上午是人文电影，下午是一个科学探究与实作的一个这样子的活动，让孩子能够先去观察，然后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发现之后，再回来跟知识连结。那在孩子们的一个学习上面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。家己大学表示，待业实验国中是市内第一个推动 AI 教育的学校，所以这个课程结合物理、电机甲外语的内容，嘛运用 AI 的工具来斗三工，希望甲过去无同的上课方式，会当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，增加学习的效果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